对，伙食团这些学界的伙伴们，对，也是伙食团。是。所以我们伙食团呢带来的里面大同篇里面的酒语，我们以这个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学界伙伴带来的里面大同篇。我们热烈掌声。天龙是中医国家。的话，请到我们舞台的收发处，让我们舞台的准备区这边来。朱正豪小朋友，请到第4组走好吗？讲到如果有问题，我们知道提供备审完之后，送到了舞台左侧的准备区。